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川普顶礼拜来公布，要甲台湾扣税20%，所以民进党的调查委员沈碧荣昨变更到议程，邀请到外交部、行政院等相关的单位，伫今仔日召开到秘密会议，伫咧会中有来看台美谈判的机密的文件。国民党的立委徐巧芯参加会议进前来批评。 讲伊从来拢无参加过专程机密的会议，讲根本就是互相作业。结果马上就互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、林策英来口洗，讲这个秘密会议早就有前例，可能是徐巧芯做立委要做了无够久，才唔捌来度过。很久没有，那可能你做的还不够久了。果然上一届没有当立委，不知道就不断的造谣伪牌的。这个我们让 Lady First 让两个先同意。 美国对台暂时的关税20%实施的头一天，立法院就充满火药味。外交国防委员会原定考察清境农场，调委沈碧荣今日一天临时变更议程，针对无约谈判召开秘密会议。 等一下进去那个场域，大家来翻阅这个机密文件。而这个在谈判中，如果你把这个全部都揭露出来，第一个你违反保密，第二个你在破坏谈判。即变成黑箱，这就是民进党。谢谢。大声没有用哈，海昌计划、我们浅见国造计划3次的机密专报都是全程机密。 会议无要公开，连顺单嘛共款，这就是反对讲会中的机密的文件若公开，会影响到台美的谈判。 好，分享进行让我们签到。那我们尊重国会的监督啊，所以这虽然说这个几乎没有先例，很少的哈，但是为了我们知道国人都非常关心相关的问题。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、外交部政务处长陈明基拢被邀请到会中说明。我们有2件事在做，第一个是短期的协助，我们有超过950亿在产业的支持跟劳动的部分，但是长期来讲，我们希望大家变得健康。 那我们也有中长期的方案，那我们会在新的产业、新的动能，这些领域里面去做强化。另外一边，行政院会嘛在讨论，川普出招应该如何应用？20%的关税已经开始实施啊，台美继续的参详，产业要怎度过这个过渡期，这是目前上要紧的代志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